总管，那到底怎么做才能让主子高兴呢？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我比如这些天，因为海关道的案子，主子一直闷闷不乐。你要是能想办法让主子高兴了，那就算你的本事了。高兴？主子喜欢什么？主子是什么人？那得是天上人间的东西才行了。真巧啊！刚好我认识从苏州过来的一个月班子，就叫天上人间呐。里头有4大美女，风和露雪，个个身怀绝艺。不过有的时候呢，有钱也没有用啊。只要人家觉得席面不雅，就不弹不唱啊。有这事儿？是啊，连我都只远远看过一眼呢。好，我呀会一声，只要主子能一乐，那就算你呀立了头功啊！谢总管，谢总管，谢总管，您放心，您放心啊。这是我拿手的。皇上，特别介绍天上人间。皇上，他们分别是风、河、雪、露。皇上走了多久了？有小1个月了吧？副中堂，回想，我有事要见。怎么了？问你们话呢。王总管吩咐，不许乱说。告诉我，没关系。主子昨天晚上没回来。回中堂，江宁织造衙门的人来送烫药。什么烫药？大人，这是王总管传话，说是要画舫的烫药，这是属下命人连夜赶会的，请中堂过目。这是皇上的旨意。是，口谕还说要召几个会造画舫的工匠进京，交内务府调遣，这些也都已经办好了。知道了。是。副中堂，中堂大人好。皇上呢？喂，中堂大人，请留步。皇上有旨意，任何人不得靠近的。谁和皇上在一起？皇上没跟您说吗？中堂大人不知道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告诉我没关系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那是…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不是1个，是4个。
什么？4个？是啊，是来自苏州的一个女子乐坊啊，叫天上人间。什么人引荐的？当然是我了。你别生气啊。王总管说了，皇上最近心绪不佳，让我呢想点办法。刚好啊，有这么个女子乐坊过来了，我就引荐了嘛。哎呦，还真灵啊，你知道吧？皇上看见他们之后呢，果然心情愉快。他们还有一个姐妹团呐，叫地狱的。你知啊？你简直一个……父皇，你进来。臣请皇上隆安自重。什么事这么严重啊？皇上贵为九五，一呼一吸都关乎着社稷江山。这江南虽然水清风暖，偶一把玩也就是了，绝不可沉迷其中，乐而忘返。这种吱吱歪歪的寻求折子，朕听着别扭。你想说什么？臣想说，是不是想说这几个乐坊女子？是，臣请皇上。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。《诗经》开篇的第1章就是关雎之唱。孔子杀6佾，并未做改动。圣人都不贤，清何贤乎？臣以为，皇上万尊之体，宜当珍重，不可。不就是几个乐坊女子吗？即便是朕做一做顾曲周郎，又有什么？值得这样大惊小怪的吗？臣不是那个意思，臣是想说，这是臣刚刚收到的信，是臣的姐姐贵主儿来的。贵主儿反复嘱咐，让臣尽心服侍，不得有差池。父皇，你若以军机首辅的身份进言，朕还许你是个直臣；你以富贵妃弟弟的身份说话，那就是外戚谋私，那就是后宫干政，朕岂能容得？皇上息怒。你们姐弟俩嘘寒问暖，叙叙家常，朕不管。可是家常之外，该说什么，不该说什么，你应该自己明白。上谕，臣领旨。画舫一趟样，长宽各加3尺，主梁用楠木，北方寒燥，材料要选的精些。建好后，直接送畅春园。上驾为公。皇上吉祥！吉祥！儿子给额娘请安。可回来了，快起来让我看看瘦了没有。这一趟怎么去了那么多日子？碰到了一桩大案子，有些棘手。哦，办妥了？还好。我给你的信收到了吗？收到了。没出什么大错吧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这孩子啊，从小就不会撒谎，有什么事都挂在脸上。告诉我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皇上提到了我们姐弟的关系。说了什么？其实也没什么。皇上只是说，我以阁臣的身份说什么都不怪罪，但不可以依仗姐姐贵妃的身份。奇怪，平平常常的一封信，怎么会引出这些个话来？那是因为正赶上……赶上什么？没什么。回主子，皇上说身子乏了，今儿就不召各位贵主了。昨天皇后说等皇上回来以后
让我们把上次做的菜再做2个送过去，还做不做？皇后有话吗？皇上也不去皇后那儿，今天移驾畅春园。去畅春园？是，皇上说这趟乏了，要静一静。下去吧。我得走了，去看看军机处还有什么事没有。去畅春园？刚回来就去畅春园？是。不赏不夜的，去畅春园干什么？前边的事奴才不好多问。最近打点王总管了吗？他不是跟皇上去南边了吗？一直没看见。抽空从我这儿拿点银子扔给他，该说什么你知道。这。是中堂啊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皇上还没睡。中堂有事儿？有几件加急的折子，我回奏一下。有传唤旨意吗？那就请中堂明天再说吧。没有旨意的话，这个时候也不便打扰啊。哎呦，总管吉祥！哟，小名字，忙什么呢？还能忙什么呀？伺候主子呗。哎，总管摊上一趟美差呀，跑南边玩了一圈。眼馋了吧？好好巴结着吧，说不定往后啊，也能让你跟着玩一趟。哎呦，我哪有那福气呀？哎，对了，说到巴结，我还真忘了。皇后说您跟着主子跑了好几千里地。主子没病没灾，是您照顾的不错。哎，应该的。这50两是皇后的私房钱，让我见了面给您。哎，生受不齐。哎，有银子还不要？哎，这也是您该发的财，谁让您在皇上身边呢？不是？得，你呀，就替我先磕个头。哎，告诉皇后，日后啊，我必有一份孝心。哎，主子最近怎么老往畅春园跑啊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哎，是不是那边又添了什么新鲜玩意儿？你怎么知道添了新鲜玩意儿？我就是瞎猜呗。平常这个月份，皇上不太去畅春园，现在去的勤，一定是添了什么好玩意儿。我想是这么回事儿。皇上这刚去了南边，那地方什么都是湿湿润润的，乍一回来不大习惯。畅春园里水气大，舒服点儿。当然，这我也是瞎猜啊。主子到哪儿，
当奴才的就应该伺候到哪儿，那是，咱也不能多问。你说是不是啊？那是。我明白，皇上老没去中宫了啊，皇后呢，自然会有些惦记。这么着，我得空啊，跟皇上那儿念叨念叨，我呀，也不能白拿你的银子，是不是啊？总管圣命，忙去吧。什么都没问出来。口风很严。这事有些奇怪，这么多日子皇上也没到您这儿来，东西各宫的牌子也没翻过，这真是少有的事儿。哎，就说那个王总管吧，平日看在皇后的面子上，我和他不说平起平坐吧，那也差不多。我问他什么，他还是说的。这回他这么滴水不漏的，奴才还真是有些疑惑呢。哎，皇上要真是偏宠上哪个常在答应的，也不用到畅春园去。再说，就算是这样，别人不知道，照规矩，竟是皇帝该知道啊。可是你别瞎猜了，离开我这儿，不许多余句嘴。你那脖子没有那么粗。是，奴才知道，奴才就是想为主子多想想。不管怎么讲，我还是主持后宫的，外面的事情我管不着，可这里面就这么大点地方，我就不信弄不清畅春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那是。把你手边的人都给我招呼起来，细细的留心，特别是那个王总管，只言片语的都别给我放过。谁要是留对了心呢，我多赏谁1年的饷银。仲堂，有事？借一步说话。昨天啊，皇后身边那个小名字到我这儿来套话，想知道这些日子皇上为什么总是去畅春园。你说了吗？我能说吗？我说仲堂，这事还真的有点不大好办。中宫的那位主子，你也知道，脾气大，老佛爷又喜欢他，连皇上都敬他3分呢。这件事情要是真让那边知道了，听着，事关天子家务，多一句话也不能说。这我知道，咱家也不敢多嘴呀。可是仲堂，您不觉得这事儿早晚是个雷吗？咱们是陪主子南下的，那边要是知道了，不会把皇上怎么样，会不会拿咱们抓法子，说咱们把皇上拐带坏了，还把几个下3堂子的粉头弄进宫里来了？李卫人不错，怎么弄出李小卫这么个儿子来？哎呀，简直是！皇上现在还挺喜欢他，居然让他跟进畅春园了，荒唐！哎，嘘，现在骂他也没用啊。我是担心啊，到时候您一个恐怕还有富贵主儿。如果这事儿真要是折腾起来，咱们几个谁都脱不了干系呀。我就更甭说了，皇后要是真翻了脸，首先要掐死的就是我呀。谨慎行事吧，你嘱咐好主子身边的人，把嘴都闭严。谁要是敢出去胡说一句，我让他立毙帐下。好。还听到了什么？断断续续，离得又远，听不太清。就听副中堂说什么，嘴都要闭严，多一句不能瞎说，还说怕您知道了，他脱不了干系。和傅恒有关？您想啊，副中堂一直陪着皇上，要是有什么事儿，他当然知道了。那可是皇上面前1等1的红人呐。怪不得富贵妃比我得宠。这姐弟2人1里1外的，那还不把皇上的脾气给摸个透？哼，
我还是六宫之主，谁也别想漫过我去。你有没有办法进畅春园？没有旨意，谁也不能擅自进园。要是能奉旨，我找你干什么？奴才没有那么大胆子。虽说宫禁森严，可我却听说，你们这些太监是有办法私自进出的。我甚至听说，只要花够了钱，你们都可以把一些宫女在外面相好的，偷偷的弄进宫来。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奴才不敢说。哼，听着，这次的事情是我让你办的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必须到畅春园里给我看看，皇上到底在那里干什么。这件事你给我办好了，回头我就升你做东西六宫的总管太监。有没有办法呀？奴才也只是听说过，用不着跟我遮遮掩掩的。有没有？倒是有些老手段。说。比如说，水车。水车？几处禁院每天喝的水都是用水车从玉泉山拉进来的，这手脚啊就坐在水车上。有一种水车是带夹层的，上层拉水，下层可以躺进一个人。无法无天！奴才只是听说过，可是从来没有。那你能找到这种水车吗？只要肯花钱，那就给我花。这。公公，什么人？玉泉山送水的。摇牌呢？好，走吧，进去吧。谁啊？没事没事，给主子送茶的。送什么茶？没看见这儿有大活人吗？哎呦，小的眼拙，您歇着。想睡会儿觉都不行。什么差事？主子猜的没错，看样子是刚从南边带回来的。你都看清楚了？看清楚了，4个，模样都不错，会弹会唱的，满嘴唧唧歪歪听不懂的话。好啊，我们的皇上可真是越来越有出息了。南巡一趟回来，居然带回几个下3堂子的昌饶歌妓。难怪皇上半个月不进来呢，天天往畅春园跑啊！哼，几只野麻雀也想来占梧桐树，笑话！
您可是后宫之主，这种事儿你可不能不管呀。我当然要管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就是皇上也不能胡来呀。不过皇上正在兴头上，您要是军前直谏，怕是不容易听进去吧。3大殿以外的事情我不能干预，这是祖制。可是禁院之内，持家护法，我当仁不让，这也是祖宗的规矩。主子圣明。可是光凭你钻到水车里看到的那么一点东西，还不够。要劝谏，就要有凭有据。主子是说捉奸要捉双？放肆！奴才该死！奴才放屁！奴才该死！天子之威，不宜冒犯。我们还是先抓住那几个小妖精再说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底下的人发现的，有人用这个呀，偷偷的进出宫业。什么人？走。我想啊，可能是宫里的一些宫女耐不住寂寞，花钱买通杂役，把外边的什么人带进来的。有人知道吗？没有。不能说，这可是家丑啊！所以呀，我第一个就告诉了您。在哪儿发现的？畅春园。人抓到了吗？没有。老佛爷，您说的对，这种事啊，不能声张，即便要查，也不能明令明指的，更不能大张旗鼓。这是后宫的事，不能让外边的臣子们知道。你还是很懂事的。老佛爷，您看该怎么办呢？你是主后宫的人，该怎么办？拿主意就是了。既然老佛爷您有话，那我呀就谁也不惊动，自己去一趟畅春园。那辆水车呢？已经照主子吩咐，叫人事先放回畅春园了。不管谁问，就说要查私入宫业的人，包括你的手下也不要说。在没有进入畅春园之前，一个字也不要提。我想睡觉，我想睡觉啊！我的床，我的床，这是我的床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借用一下喽。谢谢了。舒服。回主子，皇上已从畅春园移驾回宫。走吧，我们也该去看看了。小名字，布置吧。这，把所有院门给我封住了，任何人不得出入，给我细细的搜。这。畅春园这么大，上哪儿找啊？几处宫门都封了，反正出不去就是了。这里边宫女就有1个，那4个女的要往里头一混，挑都挑不出来。对了，总管说了，那4个是南方人，
一张嘴就能听出来了。哎，找到以后会怎么着？还能怎么着啊？看皇后那架势，找的那4个骚蹄子，不扒了皮也抽了筋了。喂，干什么呢？你们几个，现在是偷懒的时候吗？快动！是，快走！那边。皇后来了，快走啊！来，快点，快呀！快点啊，快点！哎呀，快呀！快，走快点！哎呀，那边！哎呀，快呀！不行啊！快点！快点！怎么办呢？嘘！刚才还有声音呢，这怎么没有人了？就是这人呢？怎么样？找着没有？没有。我们这边也没有。哎呀，哎呦，怎么办呢？哎呦，走，再往那边找，接着找，走，快点！快！一群废物！这件事没完。什么？皇后带人搜了畅春园？哎呀，是啊，说是有人私入了宫界，可是我听到搜园的人说的话，实际上是冲那几个乐坊女子去的。抓到了吗？哎呀，多亏我赶前了一步，没抓到啊。阿弥陀佛。哎，我不知道皇后这是要干什么。听着，你既不要多说，也不要多问。看在你父亲的面上，我提醒你一句：天下无小事。说错一句话，你长10个脑袋也不行。畅春园不安静了，我先安排个地方，你把那几个乐坊女子送过去。就你一个人去办，嘴要严。明白。皇上那边要不要回一下？万一问起来，先交给我吧。会试在即，公车举子已经陆续进京。皇上这些天忙着开科的事，没有闲暇，先压一压再说吧。但愿能烟消云散。知道喽。贡院修整的怎么样？已经彻底翻修了，不日即可竣工。进京的举子们安顿好了吗？京城的大小客栈都已腾空，9城巡防、步兵统领衙门都已派了专门的人手维护市面。轮才大典是国家1等1的大事，这要开千年盛世根基，就要依重得力的人才。这要正民风、纯教化，就离不开科考正途。所以你们要用心，要精挑细选，慎之又慎。谨遵圣训。归安吧。谢皇上。傅恒留下。唉，忙了好几天，乏得很。今天晚上还是去畅春园歇歇。你随驾。
皇上，别去畅春园了。怎么了？臣已经将那几个乐坊女子另行安置了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其实也没什么大事。据报，有外面的人混进了院子，怕不太清静。啊，臣也是刚刚听说，不过尚无大碍，正在查诉之中。傅恒，臣在。谁进了院子？如今大比在即，皇上朝前夕替，不分心为好。院子的事，待臣查明，再行回禀。傅恒，你这个人还没学会说话绕弯子，更不会说谎，什么事全都写在脸上。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好，朕现在就去看看。皇上，此事不宜深究啊。那你讲实话。是皇后。皇后亲自带人去搜了院子，这可能是巧合。今年又是大比的年头，又有热闹可看了。啊，可不是嘛！听说啊，满街的举子热闹着呢。连贡院都重修了。这么多人挤在一块儿，火烛小心，可别出事儿。太后放心吧，咱们京城啊是块福地儿。再说城防衙门和顺天府都打起十分精神，一丝都不敢放松呢。妹妹倒好像什么都知道。啊。我也是听说的。那妹妹还听说什么了？畅春园里混进了闲人，你听说了没有？这我还是头回听说呢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去了吗？查出来没有啊？嗨，跑了，家贼难防。启禀老佛爷。皇上给老佛爷请安来了。皇上吉祥。给额娘请安。我知道这些日子你事儿多，要是忙啊，就别老惦记着过来。忙是忙，也不至于连给额娘请安的时间都没有。往后日子还长，该疏散疏散的还得疏散疏散，别累坏了身子。母亲说的是。哦，畅春园这些日子花草长得不错，我倒是常过去歇歇。刚才还说起畅春园呢。是吗？说什么？说是那边恭敬不严，好像有闲人混进去了。是吗？有这种事？我一听也吓了一跳。胆子不小。你是掌管后宫的，应该多上心才是。一出事儿，他倒是先告诉我了。没派人去查查？啊，皇后已经亲自去查过了。哦，查出什么来没有？我手底下就那么几个没用的太监，哪有皇上手下的能人多呀？哎，这件事啊，我看皇后还是尽了力的。这么大的地方，这么多的院子，管起来也难。还是太后您疼我。我看皇上这些日子都瘦了。可不嘛，大比之年，南边北边的来了这么多举子，怕是皇上一个人也支应不过来吧。人逢喜事倒也不怕，开科取士嘛，多招揽一些称心的人才侍奉左右，总比做个孤家寡人强吧。说的是。说件事让你高兴高兴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刚做出的决定，本次会试让傅恒出任主考官。他还年轻。朕也年轻嘛，傅恒不错，
这次随朕南巡，处处得体，是朕的股肱之臣呐。母亲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朝里的事我不管，反正你看上的人都是好的，让他历练吧。这也是你傅家的荣耀，要珍惜。臣妾记住老佛爷的话。拿出点私房钱，请老佛爷和皇后喝一顿喜酒吧。是，臣妾遵旨。哦，对了，白天我还有事，今天晚上朕去你那里再补上一个。